你相信人死咗之後可以復活嗎？今個主日嘅福音就係講述耶穌將拉匝祿復活嘅事蹟，又再一次將不可能嘅事變成可能。依家就請大家一齊細心聆聽呢段福音嘅內容，體會一下當中嘅意義。那時有個病人名叫拉匝祿，住在伯達尼，即瑪利亞和她的姐姐馬爾大的村莊。這位瑪利亞就是曾用香液抹主的腳，又用頭髮把主的腳擦乾的婦人。生病的拉匝祿是她的兄弟。兩個姊妹派人告訴耶穌這個消息：主啊，你所喜愛的人病了。耶穌一聽就說：他的病不至於死，而是為了天主的光榮，使天主子因此得到光榮。耶穌向來愛馬爾大，他的姊妹和拉匝祿。他接到拉匝祿生病的消息後，仍在原地停留了2天，然後才對門徒們說：我們返回猶太去吧。耶穌到達後，得知拉匝祿已在墳墓裡4天了。耶穌舉目向天，說：父啊，我感謝你。因為你俯聽了我，我知道你總是俯聽我，但我這樣說是為了周圍站着的群眾，為叫他們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說完這話，他便大聲呼喊：拉匝祿出來！那死了的人就出來了，手腳還纏着布條，臉上包着頭巾。耶穌對他們說：解開他，讓他行走。很多來到瑪利亞家的猶太人看到耶穌所做的事，就信了他。喺呢個神蹟裏面，耶穌明確講出佢就係生命同復活，只要相信佢就可以不死。耶穌透過拉匝祿嘅死亡與復活，令到大家更相信佢係天主子，堅固大家對佢對天主嘅信心，同埋話俾我哋知死亡唔係終點，佢可以戰勝死亡，帶嚟永恆嘅生命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4旬期第5主日要讀呢段經文？總結嚟講，選讀呢段福音係為咗透過拉匝祿嘅經歷，預示後使者即將透過聖洗聖事死於救我，並在基督內獲得新生，再次向全體信徒重申耶穌係生命之主，並為迎接基督嘅逾越慶典作最後嘅心靈準備。拜拜。